由大罗瓦对上古拉利，大罗瓦对上古拉利，这场比赛即将开始喽。好，身着蓝色球衣的是米阿利，黄色球衣的是大罗瓦。 现在大罗瓦拿球，投篮没进。米阿利在外围拿球，3分前上，准备进攻了。pass 篮下 ，2 point 2分 ，nice play。好，篮下得分。 执行罚球，米阿利的犯规，加油！好，目前比数上1比1，比赛还有3分37秒。米阿利在外面的运球投篮，没有球出界。 好，现在以场地的动荡来关心一下，目前比赛还有1分钟，7比4，结束的比赛依旧对抗激烈当中，教练喊出暂停，好，持续把目光看在假场地，目前2分47秒1比1，大罗瓦拿到球，准备来切入转身，好球，这球没进。 场地的暂停时间到。好，感谢大家今天参与了，每一个场地都非常的热烈，甲1比0 4个场地同时来进行比赛。待会呢，我们目光外打区赛也会留在甲场地当中。乙场地目前6比4。 比赛进入到倒数的阶段，45秒钟。大会报告，请国小男子组猎鹰马赛到平场进行比赛。好，目前一场地呢还有30秒的外线出手，没进，切入到篮下犯规。好，裁判稍一休息 ，traveling 走步。 好，一场地进行换人，假场地2比1，开幕。大罗瓦喊出暂停，两边的小组讨论一下。我待会也可以请大家把目光持续留在我们假场地，有现场的直播之外，也有现场的转播。 好，暂停时间到。好，一场地女生的比赛依旧6比4，倒数3、2、1，时间到。恭喜获胜的队伍。 而加上这个比赛1分24秒3比1。好，目前2比2。加场。
还有1分05秒。大罗马外围的出手跳投没进，篮下依旧没有。Basley 得分净算。目前进入到43秒倒数阶段，3比2，黄色球衣的大罗马暂时领先1分。要来执行罚球，加油！罚球没进，米拉利拿到球，目前1分落后，外线篮下队友补进，3比3，倒数30秒。好了，把握时间，传到篮下一个转身，左手没进球，米拉利拿到，再一个转身，球出界。剩下14秒，3比3。关键的一次进攻，蓝色球衣的米拉利能不能拿下比赛的胜利？出手，差一点点，倒数5秒钟，准备了外线关键的。好。正规时间到3比3。好，根据规则呢，延长2分钟的比赛时间，加油！谁赢谁就进入到4强，先得2分，先得2分。好，先得2分的就拿下比赛的胜利了。大罗马篮下出手有了4比3，轮到米拉利的进攻。哇，球出界，蓝队球，裁判吹哨，米拉利球权。OK。进攻时间为例，要把握住4比3。目前蓝色球衣的米拉利暂时落后1分，黄色球衣大罗马4分，再拿下关键的1分。Offensive foul， 进攻犯规，球权交换。选择外线，哇！如果进了，比赛就结束了，可惜没有，队友犯规。米拉利球权，目前战况焦灼。好了，选择外线。大会报告，请国校男子组。再来连续2个外线出手都没进，依旧停在4比3的比数。请国校男子组大西地香山 A 到1场地进行比赛。好，大罗马篮下，哇，差一点点，还是没有。第3次的补篮依旧没进，第4次。大罗马掌控了篮板的优势，连续4次的出手没进，造成了犯规。关键的一次罚球，如果这一球罚进，就顺利晋级4强了。大罗马 ，OK， 比赛结束，5比3，经过了第1次连长加时，以2分之差击败了可敬的对手。压力，恭喜！
会假场地的是大轮对上大成 AB， 大轮对上大成 AB 的比赛，一样是要进入到4强。好，身着白色球衣的是大轮，黄色球衣的是大轮 AB。 进入到4强的其中一场比赛，加油！裁判执币之后，来看一下是谁来先进攻。身着白色球衣的大轮先来进攻了。对，我想，来这里。好，同时以场地呢也来进行比赛了。 确定一下。加场地的比赛刚开始。篮下拿到篮板球，算了一下出来没进，再一次篮下补进，率先得分的黄色球衣的大成 AB。 外线的出手，队友 A 球抢到篮板，再一次补进没有。大轮拿到球衣，传到外围。好，发生失误了，球滑掉了。 大成 AB 翻身不上来，没有。大轮抢到篮板。大轮出手，裁判哨音响了，剩下3分07秒，1比1。好，篮下得分取得2比1了，1分差距。 裁判哨音没响，计时器的进攻时间没注意到。比赛继续，黄色球衣大成 AB 掌控球权，外切，哇，可惜了这一球可以变成2比2的机会 ，miss 掉，大轮没进，好球，大轮 AB。 3分了，2分领先，3比1，只剩下2分05秒。大轮要不要在外线的一个出手呢？好，进攻时间到了，威力球权的交换。大轮 AB 掌控这一波进攻的球权。 3乘5，比了一下，传到内线，一个小组的配合 ，bang， 好球！篮下进球还造成了犯规，屁股落地之前拿下了分数，苏云佑加法 N1。不好意思，稳稳的5比1，4分的差距。 大轮要小心了，外线没进，篮下补进的时候犯规，好球！
大轮 Number 2，2号来发球了。好，缩小的时候就5比2。时间有限，一个转身没有抢到，大轮加油！还有1分钟。好，球出界。好，裁判认定球出界呢是大轮 AB 的球传到篮下，造成了犯规，准备要来罚球了，5比2，时间停在51秒。Everything 1 second。好球，6比2，选择外线，大轮。大轮也比外线依旧没有。篮下抢到篮板，再次补进2分，拿下第7分，还有30秒，不能放弃，加油！大轮的外围，进攻时间还有，好，进攻时间到，传球，加场地喊出暂停了，7比2，时间还有15秒。好，暂停时间到。倒数15秒的时间。对，还有只要第一个。你们都是电话的，都好。Yo, let's go， 加油！加场地准备喽。进入4强的比赛，加1比0 4个场地，都要争取到4强的机会。
的比赛，大成 AD 来自桃园的队伍对上大罗马，他们来自桃园的内战，加油！现在大家停留在是中原大学来参加原克青少年3对3篮球赛全国总决赛啦！我们也感谢的科教委员会呢，集结了很多的单位一起举办。现在场上进行的4个场地都是。报告，请国小民族组邀销到丁场地进行比赛，请国小民族组邀销到丁场地进行比赛。现在4个场地都是进行4强的比赛。好了，家长队开始比赛喽！黄色球衣。大罗马对上白色大成 AB。外线出手拿到2分哦。好了，同样回击一个，各拿下2分。大成 AB 对上大罗马。
前4个场地都来进行4强的比赛，甲场地大龙马对上大场 AB。 出气！达斯蒂来传得分精算。 请国小男子组大溪地香山 A 到丙场地进行比赛。好，我们来看线下的一场对，DYJH1来自悉尼的队伍对上来自高雄的以师姐，加油啦！大家都来争取进入4强的比赛。好，身着红色号码1的一场地的是以师姐，来自高雄的队伍。蓝色号码1的就是 PYJH1。 好了，女子组进入到4强的比赛，待会要来进行编号25、26、27、28的4强决战。好，小场地现在喊出暂停。 第一场比赛就暂停了，双方暂停时间到。再来进行罚球的一场比赛，有的顺利得分。 加场内站了一个外线，好了，加场内的比赛结束了11比15，4分的差距。另外呢，在一场比还有53秒4比2，先来以师姐来进行罚球。
恭喜他们进入到4强，比赛持续在以场地以及加场地、平场地来进行。 好，现在下一场没有比赛都要进行到下一场，争取4强的队伍。 好，加场地呢是来自新竹的派湾队，也来自同样新竹的旧豆马 ，Play ball， enjoy the game。新竹的旧购马，白色球衣就是新竹的派湾队。第1场比，待会我要进行下一场比赛。 在比赛双方拉锯阶段。 下场的进攻时间到。 好，
目前加上第1分50秒4比3，以场地。待会要来进行下一场的对决。Alright， 加油！第一场地也打得非常的激烈。好了，今天星期六呢，大家拿出人生结束来争夺今天最好的成绩，加油了！假场地就斗马对上快红准，还有2组4强的机会。好，待会呢要国女的冠亚军，我们要交给我们的东哥来跟大家报告 ，TYJH1 对上勇敢牛。SE 得分计算 ，A 玩下跑1球，我随着蓝色的秀斗马来进行8球。好，来到了快红准进攻，两支同样来自新竹的队伍正面交锋。哇，犯规，小心！比赛持续，将由快红准来发动这一波的进攻，加油！好，目前比数6比5，1分差距，时间倒数20秒。跳投造成的犯规，快红准即将来进行8球。大会报告即将进行国小男子组戏剧赛，我很帅大溪地到平场地进行比赛。好，比赛继续来进行。那我要进行国男组的季军战。准备开始喽，比赛持续。好的，比赛时间到。
好，身着蓝色球衣的郑梦豪获得联盟晋级4项白色球衣的快门准获得了比赛的胜利。恭喜他们，同时也谢谢旧豆腐。大会报告，甲场地即将进行国小男子组冠军赛，列因相关 A 到 A 场地到甲场地进行比赛。好，待会甲场地要进行国男季军赛。好，国小男子组的季军赛在甲场地，来自苗栗的香山 A 对上高雄丽英，可以来场中就位喽，加油！好，这是冠军战，冠军战。好，接下来冠军战的时间，来把主持棒交给峰峰。
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午安！现在开始今天，也就是2023年元课青少年3对3篮球赛决赛。首先登场的是我们今天小学男生的比赛，一个上篮，球没进，篮下不进，得分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刚刚得分的是来自香山。 香山队是来自新竹啊，但是他从苗栗的赛区里面脱颖而出，一个双手端篮的上篮，结果是对拍犯规，要罚球2次。罚球的是身高非常高的，有174公分的林凯成，飞球进。 现在打出1比1手包，然后有香山队的进攻。2号，一个立定跳投篮下没进，再拿到篮板球，在右边底线做一个翻身之后，再往篮下切硬上得分。现在2比1。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呢，是比赛时间是5分钟，直接拿到20分就是70分钟。 往篮下被包夹，结果是争球，球一旦碰到争球呢，是由防守方来进攻。往篮下切，一个箭步上篮，结果是判。 进，而且还要加罚1分。现在比分是3比1。把进连拿2分，现在比分变成了4比1。香山队现在已经以4比1领先。哇，很快，在篮下也是差2分，回进1球，4比2。 74公分的林凯成就把球给拿下，往篮下切，被包夹的人不高，把球传进来，结果是超过进攻的时间到，再由香山队来进攻。在篮下跨步。 球没进，继续由香山队取得进攻权。跳，结果球没进，林凯成再把球给拿下来。林凯成最高有174公分，在篮下800得分。现在是1分4分的4分。 在篮下，这个中距离的投篮非常的准，香山队现在已经取得5比3领先。现在双方把进攻的节奏放得慢，林凯成3分球长的球不进，出界。香山队在进攻。今天的这场国小男子的比赛冠军赛是由高雄的烈焰队穿黑色球衣对决白色球衣来自苗栗的香山 A 队。香山 A 队的球员身高有173公分，进攻刚刚上篮6进。烈焰队有机会再把分数给追进一点，进球没进。往篮下硬闯，碰到脚踩3分线，5比4。手指头是
香山队投篮不进，在球给拿下来，要传球的时候造成出界，被高雄的猎鹰队把球给拨出界外，仍然是香山队的进攻。现在进攻时间还有35秒。回头有比赛还有这球，哇！因为我们的2号的选手林敬腾不但高，而且篮下投篮也是非常的准，再度取得1分的领先。一个踏步插板得分，再度追平，现在剩下10秒多。5秒阶段内球打到篮筐没有进，所以比赛时间到现在6比6，应该要进入延长加赛。延长加赛的规则是，只要先得分的一方，其就是最后的胜利。哇！只要先得分的一方就获得胜利。换句话说，不管是你是投在3分线外投进2分，或在3分线内投进1分，只要投进或者罚进都有机会赢得胜利。好，现在是高雄的猎鹰队往篮下硬传，哇，这个球应该是可以看犯规。要重新发力一投，因为不是投篮的动作，是这个发球。这场没想到今天第1场的冠军决赛就扣人心弦，打成了延长赛，没有机会再投，这球没进。香山队拿到林敬腾，身高173公分，基本上今天这场的比赛，这场冠军赛好像是2位常人的对决，篮下没进，香山队再拿到篮板球，把球送出来。林敬腾，篮下被攻顶下来，被林凯旋带了一个火锅，长射球不进，林凯旋球不进，林敬腾把球给抓下来。这个立定跳投球进，哇！这个算是黄金进球。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是7比6，由来自苗栗代表香山 A 队的这个选手的林敬腾、王义凯跟何威志7比6获得胜利。恭喜小南是来自苗栗的也恭喜香山 A 获得总冠军。2023年的元客3对3篮球赛里面呢，拿到国小男子组的冠军。当然，高雄猎鹰队是获得亚军。我们立刻是要进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啊！立刻，我们的主办单位立刻赠送他们非常漂亮的球衣。好，代表冠军的球衣。当然，来自于高雄的猎鹰也拿到了国小男子组的亚军。最终的比分是7比6，冠军的球衣上面还写着签名。我们的主办单位非常的用心啊！即将进行国小女子组冠军战，由腰身对上手指头，非常恭喜苗栗比赛。香山 A 队林敬腾、黄义凯、吴威志拿到冠军。好，我们现在比赛这边暂告一个段落，请主持人来为这几位选手来加油打气。好，场上的同学，加场地目前所进行的是国小男子组的总冠军，也是来自我们苗栗的香山 A， 再次给我们热情的掌声鼓励！今天第1组的总冠军诞生了。是香山是新竹，是新竹嘛，对不对？好。了解。来自新竹，但他们是因为报名的时候参加是在苗栗的场次。好，接下来是国小女子组腰削跟手指头。在比赛一开始呢，他们会互相交
象征的是我们的族群融合，大家互相以球会友这个原来更团结。好，雕鸮队还有手指头队，现在两队呢一样啊，这个交换球衣也代表先礼后兵了啊，待会就要进入到总冠军战了。好，基本上不管是谁赢谁输，能够走到冠亚军，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没错，因为是全国赛啊，这样陆陆续续打上来，已经是一种鱼量之争的情节了哦，两个都非常的厉害。那当然，刚刚的国小男子组来自于高雄的猎鹰，其实也表现得不错了。大家也给国小男子组来自于高雄的猎鹰一个掌声鼓励好吗？大会报告，国小女子组季军战由小可爱对上枝芽 A。好，国小女子组的同学，来，我们互相握个手，互相握个手，互相握个手，互相握个手。哎，谢哈。在这个冠亚军之战呢，一刚开始，大家表现这个友好。好，待会呢，卸下了纪念球衣之后，就要好好的来比拼一番。好，目前甲场地马上要进行的是国小女子组的冠亚军比赛。接下来我们会将时间交给我们的资深主播峰哥来为我们主播。现在是第二场，在决赛中国小男子组来自辽宁的手指头迎战南投的高烧队。手指头队呢是穿白色球衣，在篮下投篮得分的是王以山。
且还是1比1平手。白色球衣的是苗栗的手指头，往篮下一好篮下接插板得分，是由白色球衣的手指头代表苗栗的手指头队。杨二老2号的王永轩，分是2比1，3比1。好，现在轮到南投的高超队的进攻，可惜这球失误，被手指头队给拿下来，往篮下压。2号吴恩典拿到手。这球应该是没有碰到南方球出界，继续要由穿白色球衣的苗栗手指头队进攻。威权2比3比他拉，双方威权是4比1。林基队现在刚刚投篮的是苗栗手指头队，球没进。再投是高肖队，南投南光校赵小燕，哇哦！在右边的底线投篮准备，手指头队在旁边投进1号的李小爱球给抄下来，他虽然热投不算太高，但是非常的灵。这个传球打板，球进，已经变成了5比2，分数有点拉开的趋势。南投的高校现在要重新组织攻势，球在也打出来，10号投篮，球碰到篮板，距离好的人，这球在这里传球的时候不小心球出界外，应该是白色球队、白色球衣球，苗栗手指头队的球。时间还有70秒钟。王一山交给李小爱，再拿到篮下给3号林佳宇篮下，再拿到5分，现在已经取得6比2。准备跟过人可是碰到一个阻碍球点多。骑马射箭球跳了2下球没进，被身材高大的选手温点给拿下来。一个长的球进，3比6，不过时间剩下25秒钟。双方的得分差3分，在一个超球要做一个地板球交接的时候，球出了界外。最后的是3比2。
苗栗手指头队伍。现在他们只要把时间给拖完下来，这个冠军应该是不成问题。在最后读秒阶段，球进，最后比分是6-3，要由苗栗的手指头队以6-3打败南投的雕鸮队，拿到2023年原各3对3篮球队女子国小组的冠军。好，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主持人。好，马上呢要由冠军的队伍来穿上圈片冠军的球衣。好，麻烦是我们来自苗栗的手指头队。好，待会签完名之后，请尽速回到场上哦。我们工作人员要将冠军球衣交给您。我们先恭喜手指头队获得冠军。是的，恭喜国小女子组手指头获得总冠军。当然，雕鸮也是获得我们的亚军。是的，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哦。好，那我们穿上冠军球衣之后，来一张合照。待会呢，在闭幕式的时候也要上台来领奖。恭喜你们！来，我们来到场中间。哇，厉害厉害！好，来，3位看起来有点累哦，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冠军开心的笑容？是，其实从一早打到现在啊，真的有点累了。从我们分组的循环赛，再到8强的单淘汰赛，一直走到总冠军，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没错。当然，雕鸮的表现也不错了，今天能够走到前4强都很不容易了。是的。是的，现场的朋友们，给我们国小女子组手指头的一个热情的掌声，恭喜他们！谢谢。第2座总冠军诞生啦！苗栗，赞啦！我好开心啊，我特别开心。真的哈，因为自己家乡，对自己家乡的人说讲话，真的特别亲切啊。没错没错。我们的上一组是来自于新竹的香山啊，对。对，他参加的是苗栗的组别，对。哇，代表其实参加苗栗的组别，目前只是2组。哎呦，可以哦，可以期待一下喽。对，接下来呢就是国中男子组跟女子组，到底是谁会拿到总冠军？马上就要揭晓了。是的。好，待会在国中女子组的部分是以斯帖跟约书亚。哇，这2组在刚刚晋级的时候，其实我跟曼曼在旁边，看到高血压了。真的有一支晋级的队伍是最后1秒的时候3分。对，真的是相当不容易了。2队其实呢都没有想要放弃，对，分数咬得非常的近。能够走到这一步，其实呢大家都不想放弃，真的，对不对？其实有时候梦想就在那1分之差，就没有到最后一刻，都还不知道输赢啊，是，所以要坚持到最后。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场上的状况之后呢，马上要进行国中的男子组、女子组的冠亚赛了。国中女子组冠亚军由勇敢牛对上 DYKSP， 请至甲场地进行比赛。国中女子组季军战由约书亚对上以斯帖，到乙场地进行比赛。好，来，我们约书亚跟以色列的选手们，我们要进行一个纪念球衣的交换仪式。好 ，OK， 好，开始移动你的脚步。好，摄影组大哥。好，约书亚跟以斯帖是国中女子组要进行的4区赛。好，我们一起交换这个球衣。马上换完之后握手，合照。啊，我们这边看起来呢，王毅嘛，我们这边。
好，我们接下来要为您进行的第3场冠军决赛是国中女子组的决赛，要由新竹的培英国中 PYJH1 这支球队要穿红色球衣，这支球队要穿黑色球衣的苗栗勇敢人队，勇敢人队是来自竹南国中的篮球手。这2支球队呢，过去也曾经在很多比赛里交手的经验。今天当然是在我们的2023年的元客杯3对3男子赛第1次。好，红色球衣的培英国中 PYJF1， 如意飞飞，2比0，应该是1比0比赛啊，这是2分球。如意飞再把球给拿下来，哦，被抄走。抄走球的是5号的战术，一个是长射球不进，出了界，很漂亮的给拨回来，再篮下是结果是没有回场，应该要先出到3分界外，再把球做出个个结果这球不算，还是1比0。穿黑色球衣的勇敢人队再来发动进攻。这球被对手给碰了一下，球不进。投篮的是9号的严永志，10号的王元婷把球拿下来，14号的张林可欣长射攻击，篮下要在跑的时候造成了对手拿走犯规，现在这个球要来发球。发球的是10号的王永婷，现在100分。过去在各大小小比赛都非常有实战的经验，这球发球没有进去。因为垫步往下，还是没机会把球传出来。得分的是7号林玉恩。不过黑色球衣立刻换成颜色，现在得分变成2比2，当然是一个长射得分。这球在失去平衡当中把球投进去，但不但投进，还让对方要开始防守。培英国中 PYJH 9号的严永志球没进，篮板球给对手抓下来。这球长射球不进，篮下回传，再有一样球，黑色球衣长射球不进，再投，结果球没投到篮筐，球出界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黑色球衣的勇敢人队，也就是来自苗栗的勇敢人队，它属于苗栗竹南国中的7号，这个林玉恩的这个基本动作相当漂亮。得分，现在一把很拉开成了这球分配很多人下，在转身在篮下时间到，按照我们这次元科3对3篮球比赛的规则的国中组的这个冠军赛，包括一般的赛事、荣誉赛、比赛的决赛，比赛都有进攻时间的限制，小学的部分就是不受进攻时间的限制。刚刚是勇敢球，在2比4的落后2分情况之下叫比赛。这一次培英国中的他们来参加的国际比赛，有2支球队打进了最后的14场，而 PYJF1 他们是第
弱小的选手在打进了最后冠军比赛，刚刚又得分，已经比分大开平了5比2。哇，长射从到南方3秒5，可惜在由红色球衣往地下抢的时候，感觉上是有点滑倒，果然不错，裁判判走步分配，走步为例，所以这个球要交给穿黑色球衣的勇敢球队来进攻，来自苗栗。另外一支穿红色球衣的是来自新竹，长射球进10号，王延宁把这球给抓下来，再交给队友。继续把这个球打到张炳熙，交给9号。现在是由穿黑色球衣的勇敢球员来扮演5号的戴一号，上去9号杨威球长。这个地板球交给队友袁基慧，再把球交出来，在3分线外再交传接，结果吃了一记火锅，被对手给拿到球，再加上一个长射，碰到篮筐的前缘，球不进，再被新竹的 PYJH 队7号这个骑马这边球不进，对手长射超还没进。以今天这个面对球衣的勇敢人，大部分都是用外线来进攻。这个长射球还是被拨了一下。9号有机会吗？还是球没进？2个人抢了一台。这个球应该是10号王延宁在投篮的时候被对手拨出去，要由苗栗的勇敢队继续来进攻。比赛剩最后11秒钟，应该要投一个长射球不进，太阳着红色球衣的新竹的培英国中有机会拿到这个比赛的胜利。裁判照相被判投篮的犯规，要由苗栗的勇敢球队要来主罚1球。最后的0.6，应该算是比赛胜利。漂亮这个球，最后的比分是5比3，来自新竹的 PYJH1，也就是培英国中的第1队，以5比3立刻来自苗栗的勇敢球队。当然也恭喜新竹的 PYJH1拿到了这次比赛冠军。我们是不是在把比赛的现场？好，立刻来做冠军的 T 恤颁奖活动。好，现在要穿上的是冠军 T 恤。恭喜国中女子组！来，我们跟空拍机挥挥手，第3座总冠军诞生了！新竹的培英国中，当然我们也要给竹南国中来自苗栗的选手哦，这个鼓励哦，也是非常不简单。是，勇敢牛其实在打进这个冠亚军赛的时候，基本上跟3、4名是很拼的。对。哎，但因为前面的这个分组比赛呢，体力积到耗尽所以算是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是的，好，现在是国中女子组也已经打完了，待会最后要登场的就是国中男子组，也是我们这次的全国总决赛最后一座总冠军。国中男子组，那我们也会即将在国中男子组比完赛之后，进行今天所有的颁奖典礼，也请啦啦队得奖的同学们也请就位，当然也请MVP 的同学
待会在竞赛完的时候，我们赶快尽速列队，要来进行颁奖典礼。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甲场地进行国中男子组的总冠军赛。国中男子组结束之后，请各位就赶快回到舞台前方，包含有我们现在就可以请啦啦队的伙伴朋友也可以集合在面对舞台的右手边，待会就要进入录音室。现在一场比赛第7届是国中男子组的30名季军比赛的比赛正式开始了。
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好朋友，今天我们要为您即将带来的是今天最后一场的压轴戏——国中男子的决赛，也就是我们2023年人客世界赛国中组决赛。哇，我们来看看身材最高、穿黄色球衣的是大罗马队。大罗马队就是来自桃园的大成高中的篮球校队，他们要迎战的是来自新竹的。哇！漂亮！刚刚得分的是陈静杰，他是来自培英国中的选手。那么即将在今年夏天暑假结束之后呢，他就要去竹东高中上高一了。就回来一个过人传球，球给抄下来，双方抢球一传，出来一个规定是3对3规定是进攻方面的话。球权给防守一方。好，大罗马队迎战我们穿红色球衣的快很准队，这个名字取得相当的有自信，个头，但是哇，这个长射7号的张在勇，2比1的领先，旱地拔葱在底线球不进，被身高188公分的黄秋傲抓到篮板球，太有意，在左边是主角压给篮下，晃一下左手球勾没勾进，一个过人传球给8号的黄志杰，来看他的规定了2比2。这场冠军在职业世界球被陈静杰抄下来，陈静杰刚好他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中距离跳投球不进，继续抓到一个过人传球，陈静杰一个胯下运球，动作相当漂亮，非常有 NBA 的味道。哇，后面再来一下，可惜球没进。刚刚上篮的是9号的彭姿恩，他即将在暑假过后来台北的显湖中学，目前是培英国中的3年级毕业生。球进，哇，取得3比2领先。现在领先的是新竹的快很准队，大罗马要做一个 S1， 没有做成，往篮下，哇，漂亮，篮下挑篮得分。3比3平手。